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5，诗篇65篇10安尼讲：义人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也要倚靠伊。今仔心正直的人，拢要夸口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所通夸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要尊你做至权，因为你捌提拔阮，无互对敌来对阮夸口。主啊，愿要尊你做至圣，因为你捌救阮的灵魂对阴间起来。主啊，愿要尊你做至大，因为你捌施阮，互阮的脚坚固徛在。主啊，愿要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已经将阮的蹄口变做跳舞，你将阮的麻衫脱去，用欢喜甲阮下。主啊，愿因为你的慈爱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有看见阮的艰苦，在阮心神的艰难。主啊，阮要因为你来欢喜，也要倚靠你，因为今仔心正直的人，拢要因为你来夸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